現代嘅人與人溝通咧，都因為科技咧，都慢慢令到有啲改變。即係以前咧，你打電話去揾個人咧，佢哋直接打嘅啫嘛。但係如果你話而家你要揾一個人，咁可能通常你會先點咧？可能你先會 WhatsApp 啊，同佢講聲，我幾時揾你啊？而家得閒嘛咁樣，咁先再真係認真打個電話同佢講咁樣。呢個風氣咧，其實都發現都出現咗差唔多，我諗十年八載都有。因為自己即係我自己咧，都覺得啊，你如果無神神打電話嚟咧，你會覺得可能第一啦，你會覺得嗰個係詐騙電話，又或者咧你覺得啊，我可能佢咁樣特登打嚟咧，應該係啲講啲好緊要嘅嘢啦咁樣。所以你會即刻，可能你會覺得啊，如果我真係唔得閒，可能我會唔接喎。就所以你會係有啲即係有啲唔安全嘅感覺啊。係啊，而家呢個年代就係興你打即係 WhatsApp 咗話我幾時得閒啊？你請問你幾時得閒啊？點點點咁呢個行為漸漸咧就已經變咗呢個新嘅風氣啊。咁唔知道即係因為科技又好啦，年代唔同咗咧，有啲咩新嘅風氣大家發現到咧，可以一齊分享一下喎。